安慶國小推動實農教育重要的推動者，就是特教老師廖挑水。伊除了協選第1屆國家實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特別佇小廠房實農教學啟用，嘛互伊感觸真深。其中要感謝就是重度障礙囡仔，透過實物會當翻轉作為校園實農小老師，特別是佇農地當中，已經會當想到將紅蔥頭做成這種料理。涼拌，然後肉燥麵，然後肉粽。石目魚粥。我要感謝我這些中重度障礙的學生哈，他帶給我，讓我去思考說，什麼樣的教材可以深入到人的心裡，帶來改變。所以說，就一步一步在開始，從特教班這邊，他們有的組成的實農特工隊，就整個校園在做可實地檢，然後慢慢再帶動普通班大家一起來做，那就整個學校動了起來。在教育的第一線，面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挑戰尤其艱難。不過，透過實農教育，將普通班到特教班的學生融合，為教育做了上好的示範。廖兆瑞老師，他是國家實農這個特殊貢獻獎的特優哈。那也由於他這10幾年來的努力哈，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教室來具體展現他可以從產地到餐桌的這樣的一個教學的這個展現。我們的特教的孩子呢，表現真的是讓人家刮目相看哈。從那個引導一直到當助手啊，整個演出，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才能，所以在這裡要非常謝謝我們的老師，那麼給他們耐心的指導，每一個孩子都會是最棒的孩子。實農教育的體驗，除了成為特教的教材，在餐桌頂面更看見永續的未來。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